开始有人开始讲迄个耶诞节吼。啊，我有小可查就讲吼，讲1982了吼，咱的官方吼正式命令讲，这个节日叫做耶诞节啦吼。啊，为啥物叫耶诞节呢？因为吼有这个伊来讲，迄个会当叫圣人的吼，会当叫圣人惊公主名，叫圣人惊是公主名。啊，耶稣毋是迄个中国人，毋是台湾人，所以呢，伊是外国的圣人无对，但是伊就无法度用圣，所以伊叫用迄个什么耶稣的耶稣诞辰叫做耶诞节啦吼。但是这咱有一个感受来讲吼，其实耶稣敢是圣人，耶稣敢是圣人。咱咧讲圣诞节敢是圣人耶稣诞生的出世？毋是哦，伊毋知影咧，咱是圣囝耶稣，咱是圣囝耶稣的出世，所以耶稣毋是一个人尔，伊是一个咱的上帝，咱的神吼。所以当咱咧庆祝咱的圣诞节时，咱毋通去看广告讲哦，咱即摆咧庆祝耶诞节，还是讲咱对于咱的圣诞节意思讲哦，迄圣人耶稣，毋是，迄是圣囝耶稣吼。这是咱为着咱咧庆祝圣诞节的一个真大的意义吼。咱做来念第三章吼。对做的人有幸福。来唱第一站。咱有写邀请函，人伊会当来教会，总是来教会人真正真少。今年无共款是通过小组吼，每一个小组去关怀，将这物资吼送去到弱势的团体的弱势的家庭吼。啊，所以得到真济的迄个哦，真济得到足大迄个福分来上吼。啊，毋尔安尼尔吼。咱遮所做遮工的同工吼，真正逐个人含物仔咧翕相，拢真正真欢喜吼。我感觉这是无共款的所在吼，逐个拢真欢喜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吼，伫咱的教会内底、主内面吼，咱逐个拢诚做一家吼。我毋知咱逐个有即种体会无，还是拢咱行来做礼拜尔吼。咱有体会着讲，伫教会内底，咱逐个拢是诚做一家吼。迄种感觉，迄种体会，咱当咱有家己有啥物代志时，拢会当找教会。即种体会无？
因为咱对主的人真正是真幸福的一件代志吼。咱无论咱去到倒一个所在，咱活出来去倒，咱来第一件代志去传教会吼。对主的人有幸福吼，这是真正是咱的一个足大的福气吼。咱该唱第三站吼，来唱第三站。大家平安。这时咱来让咱的心来开始咱今日的聚会。来啊，恁着来看；来啊，恁着来听。来看上帝所创造的万物，来听上帝充满智慧的言语。这时，咱来献开圣诗，圣诗101首，圣诗101首。大家大欢喜，学老来吟诗，咱请起立来吟全首。Amen.
时咱请伊王徛着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祈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子，咱的主，对圣灵相爱，对真实万物来实行。阮定来到来思考，定是第四摆种个人物，第三对象用多话，今当最全能的爸上帝光明，对咱来信华人加西人。我信我公堂的教会，信耶稣上帝，最下面对我永远的光明。阿门。请坐。这是咱用者来启应，启应文第16篇，启应文第16篇嘛是诗篇67篇，咱同者来启应。愿上帝怜悯我，赐福我。通互世间知你的道路。上帝啊，愿列邦学努你。愿万国快乐，因为你要照公义审判列邦。上帝啊，愿列邦学努你。地已经出脱产。上帝要赐福我。以上，这是咱同齐同心来祈祷。听到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感谢你的引带甲带领，带咱来每一个人来到你的圣所内底。主，阮齐声来唱，同心敬拜。主，阮同心来听道理，来敬拜你。主啊，阮嘛知阮的微细，阮知阮的不足。特别伫即个变化的时代当中，阮知阮真侪代志，阮无法度靠家己的力量来做，但是阮知阮会当靠你的力量来带领阮每一个人，互阮用心去变化家己，来面对头前的路，也行伫主所为阮每一个人所安排的路。主啊，互阮诚侪你路上的光。路上的盐来做你的门徒，来传福音予需要的人。但即时，咱将今日的聚会对头甲尾，拢交在你的手中，甲咱伫地，将平安、喜乐放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即时，阮嘛齐声用主所教授阮的主导文，咱同心安尼来祈祷讲：我伫天父，愿你的名圣。你的道理教，你的旨意行，伫地像天，我的知识用我，写在我的国父，亲像我用写在我的我的传意是，要对我的天爱，因后我的天都拢是所有，爱来不及，阿门。圣经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章第35节到51节。约翰福音第1章35节到51节。过日，约翰甲伊两个学生伫地，看见耶稣在行，就讲：你看上帝羊羔。迄两个学生听伊所讲，就缀耶稣。耶稣我转身看伊缀伊。就甲因讲，恁咧找啥物？因甲伊讲，入比，
伊伫倒落，日语翻译就是先生。耶稣甲因讲，恁来就会看见，因就去看因所住的所在。迄日甲伊生较大，迄时约4点钟，听约翰的话对耶稣的2个人，其中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伊大声拄着伊的兄弟西门，甲因讲：我已经拄着弥赛亚，就带伊就问耶稣。耶稣看伊讲，伊就是约翰的囝西门，你也要称做基法。第43节，过日，耶稣要去加利利，拄着腓力，就甲因讲：缀我。腓力是伯赛大的人，甲安德烈彼伫同城。腓力拄着拿大亚，就甲伊讲：摩西去伫律法甲遮的先知所记的，阮已经拄着伊，就是约瑟的囝拿撒勒人耶稣。46节，拿大亚甲因讲：拿撒勒敢会出啥物好物吗？腓力讲：来看。耶稣看见拿大亚就滚伊，就指伊讲：你看，真正是以色列人无心鬼徛的。拿大亚甲伊讲：对倒落捌我。耶稣讲：腓力还未叫你，你伫无花果树骹，我已经看见你了。49节，拿大亚应伊讲：rabbi比，你就是上帝的囝，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应伊讲：因为我甲你讲，我已经看见你伫无花果树骹，你就信吗？你要看见代志比遮会较大个。51节，佮甲伊讲，我实甲恁讲，因要看见天开，上帝的天使就落伫因主的顶面。以上，咱们请圣歌队。
讲到今日无书要讲的题目是恁来看，恁来看，请无书。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特别讲圣诞强喜啊！后一礼拜日，咱就是圣诞节。因为咱会当看到耶稣出世伫马槽，伫马槽内面，咱会当看到有侪，应该是伫当当时同卑微的，咱会当大心看到；同卑微的会当大心看到；受侮辱的会当大心看到；像看轻的会当大心看到。今仔兄弟姊妹，你看到啥物？今仔我要用即个题目，恁来看，恁来看。这是耶稣讲的话，恁来看。伫咱的生活内面，我毋知影你会当看到主要启示你啥物。特别伫大港节的第四礼拜、第四主日，咱来看周报顶悬有写着第四支粉红仔色的蜡烛伫遮。不只咱丰收长老点的遮，第四支粉红仔色的蜡烛。渐，迄个色调，你会发现对红色、粉红仔色，最后咱后一礼拜第五主日，也就是圣诞节中啊迄个白色，这拢有真特别的意义。今仔日咱看到的是代表真爱，迎接救主降生的日子，咱用信心望伫遐来等待甲服侍。咱未万心来迎接救主基督的来临。哇，这实在是真好的一件事。你有期待啥物无？所以你来看，你会看到啥物？跟主耶稣咧呼叫温度的时阵，伊讲：恁来看，温度看到啥物？我毋知温度会看到啥物，但是有人真正看到，所以伫遐来，伫遐来宣告。所以当行说咧，约翰看到耶稣经过时阵，咧行的时阵，伊掠着机会，温度伫遐来见证耶稣是上帝的羊羔。所以两个温度就伫咧迄个所在来面对耶稣。耶稣就问讲：你要啥物？因应答耶稣讲：先生，老师，先生，你住伫倒位？耶稣甲因讲：恁来看，恁来看。虽讲是一句真简单的话，但是对你我相信有真大的启示。即礼拜，今仔日同寒目前即我看几度？8度，即马8度搁较透早5度，即马有小可较咱搁吹烧气可能烧气吹到遮变冷气所以咱会当去体会。我会记有一年伫南口落迄个线，迄叫啥线？伞了还是线安尼跳下来大家我拄好迄天礼拜日，哇，小朋友真欢喜，拢走出去，下雪了，其实毋是下雪啦但是就是敢若亲像要落雪迄个感觉，真重，真寒。但是感谢主，无有落雨今仔日嘛感谢主，咱会当看到我来教会差不多7:50来教会的时阵，拄好有日头，小看日头，哇，迄个感觉就好，你敢知？伫遐行虽讲寒冷，虽讲寒，但是我看到迄个日头远的所在，过来吹过来，哇，这是一件真互咱欢喜的事。总是有时咱毋是干那看到日头，有时咱会看环境，咱会看光景，咱会看咱家己本身，甚至是咱家己本身，做真少来看到咱家己本身是啥物。所以，伫遮有话，我今仔日无要用 PowerPoint， 互咱更较专心伫遮来听。这3点要甲兄弟姊妹做阵来分享。头1点要甲兄弟姊妹，咱看到即个，借着即个恁来看。主来看，我来看，恁来看，
咱来看，到底咱看到啥物？好，我点咧兄一姊妹分享就是，咱来先看到家己的本相，自己的本相，你先爱看到你家己。一个无得靠咱捌熟悉的故事，安尼讲，一个庄海的富人人，伊咧到都市看一个表演，野台戏表演，出门进前伊就西装打扮，因为伊知影讲安怎，即个看野台戏一定真侪人，所以伊嘛咧打扮甲真水安尼，胭脂粉安尼直直糊安尼，所以看野台戏的人，伫咧即个群众咧看，伊就去啊。看哪回馈，馈到头前，哇，真侪人伫咧迄个所在，安怎？哇，咧馈到头前，单将目睭的视野看伫咧迄个富人人的身上，哇，伊心内面讲一定是我打扮真水，真水，安尼真好，众人将即个眼光看伫咧我身上安尼，所以人愈看，伊愈欢喜安尼，偌欢喜咧。哇！转去到厝内面的时阵，伊真欢喜，甲因翁讲，翁啊，你看，哇！这个先生一看，哇！人无像人啊，鬼无像鬼安尼。先生讲你照镜好，你照镜。当你照镜的时阵，哇！哇！一个大声吼，原来是咧看伊的时阵，因为天气热，比较伊流汗流真侪汗，将伊的化妆安怎，冻到一塌糊涂去啊！兄弟姊妹，虽讲是一个笑客话，但是这却表示今仔日世间人会讲就是安尼。其实咱常常就是看到别人眼中的迄个啥机器，忽略家己目睭内面迄个啥，迄个茶，咱常常会有迄款的情形。所以先知以赛亚互上帝呼召的时阵，伊大心看到家己呢。伊毋是看到上帝，伊是大声看到家己。伊家己形容讲，我是一个喙唇无清气的人，搁伫咧喙唇无清气的百姓中间。以赛亚书第6章第5节，安尼来记载，有人的所在，亲爱兄弟姊妹，咱会当通知，有人的所在就有问题，因为人讲毋是完全的，这咱嘛清楚。若说使人讲会当家己认捌家己，也是讲彼此拢认捌，咱会当相比伫遐好款待。我相信今仔日的家庭、社会甚至国家都袂遮尔啊混乱。伫圣诞的这个中间，你想到啥物？你看到啥物？当然，咱拄只这个领事的教牧长老嘛有咧分享讲咱即边教会透过这有几组的小组，伫遐真拍拼，伫遐来分这物资，也是讲去探访这个弱势的家庭。牧师的经验是，你甲一组去咱的太平洋，去咱的水平瑞平里迄个所在，咱知影水平的迄个所在就是山谷啦规个拢是山谷，所以一号的距离拢真远，一个山路落去了后，探访一号，搁爬起来，搁去另外一个山路搁落去，落去搁会经过5仔埔，伫迄个所在，咱就看到。迄拢土角厝，我毋知影即摆阁有人住土角厝呢，亲爱兄弟姊妹，拢土角厝，内面拢无电火，应该是有电火无开，伫遐甲弄园，里长带阮去的，阮无法度，迄山路落去就迷路啊。落去了后，里长真，即个水平里的里长嘛真好，伊讲打电话甲讲，伊讲好，我带恁来啊，恁无法度去啦。阮差不多拜访5号，拜访5号，你就会当想象，爬起来，搁落去，搁爬起来，搁落去，5个线路落去。相信每一位咱咧服侍的遮个同工，当然嘛有住伫国宅，嘛有住伫咱有市啊，嘛有住伫其他的所在，每一个咱今年咧帮衬的低收入户。加收入户低收入户的遮个家庭，互咱看着拢真心酸。有个家庭的破碎，有个爸母无人照顾，有个囡仔真细汉，有个阁有一寡身心的问题，等等无一
亲爱的姊妹，咱透过即边的活动，你嘛看到啥物？虽然可能咱台语场的遐个姊妹较少人咧参与，但是咱有得甲透过伫网络顶看到咱教会的网站也好，看到咱一个要报告的遮个圣诞节的每一个活动的过程，咱看到啥物？你看到是毋是咱感觉哎呀，真侪人需要帮助？咱会当做的是啥物？亲爱的姊妹，咱毋知会当看到家己的本相无？看到家己的本相，就敢若亲像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互上帝呼召，拄则我所讲的即段的经节内面，伊讲的我是嘴唇无清气的人，佮住伫嘴唇无清气的百姓中间。哎呀，要安怎？感谢主，伊来到即个世间，互咱会当看到咱家己的本相，看到咱甲伊的关系。这是一个反省的时间，帮助咱，愿主来帮助咱。第一段要甲兄弟姊妹安尼分享，你看到啥物？你是毋是看到家己的本相？就是啥？本相，家己的自我。咱用1分钟的时间，为愿咱来祈祷，大家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你倒真肉体，真做人的关系，来到阮的中间。有人知影你是弥赛亚，有人毋知影，就像叫你敢若是一个老师，甚至将你出世的名称拢用唔着。感谢天父上帝，互阮会当透过信听耶稣基督降生的这期，阮家己本身都我来反省，阮是毋是真正看到你？我是毋是真正要看到你进前，嘛看到阮家己的本相？阮即个败坏、误会、拉散、无顺正的思想，阮毋知影是毋是会当互主你来使用？主啊，阮知影你拣选阮，诚做你的囝子。阮有使命，会晓来传福音。总是有时，阮因为真多的代志，比较阮无法度伫遮来专心传福音。求主怜悯，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互阮会当透过看到家己的本相来回应上帝。感恩求奉主的圣名，阿门。第二点要咱兄弟姊妹分享的，就是看到上帝有限的疼。哇，这是真正欢喜的事，看到上帝有限的疼。伫圣诞节期中间，咱看到咱教会的布置，其实还算朴素啦。虽讲有花花绿绿，遮个物件，但是还算朴素。牧师服侍教会，我伫即个网家，伊是专门一组，差不多有50个兄弟姊妹伫遐咧布置。网家教会有7层楼，所以伊逐层拢咧布置。所以一入去，哇，看着敢若亲像百货公司的，真正安尼，真热闹。当然，迄是差不多20年前的故事啦。我即摆毋知影因会啥物款的布置，咱嘛会当上网站去看啦。即摆网站真利便，所以咱当然看着外表会感觉着讲，感受着讲，圣诞的这期来特别是寒冷的时间，即个天气会当互咱反映迄个圣诞的这期。但是，咱是毋是看到，拄则看到家己的本相？咱即摆过来看外看，咱看到啥物？看到上帝有真的疼。一个苏格兰的植物学家有一天带着一个显微镜放镜比放镜搁较精密的显微镜，去到山中伫遐来做研究。所以伫路林伫遐，伊看到即个花真细蕊的花，伫个显微镜下面，伊搁甲放大显微镜，愈看愈感觉迄个条纹非常的精致，真幼真细。哇！伊感觉到上帝创造的奇妙甲智慧。伊伫遐看较出神的时阵，有即个顾样的人伫遐徛伫后面，讲奇怪，你是安怎？哪会看甲遮尔入神安尼
啊，即个植物学家起来讲，叫即个顾样的人嘛，你来看卖，哇，即个顾样的人嘛看，哪看，目屎就滴落来，目屎就流落来，为虾米咧？植物学家惊一条工，为虾米你哪会流目屎？哇，即个顾样的人讲，我吼，从来毋捌看过这野花，吼，这野花，这尔啊水，这尔啊可爱，哎呀！可惜，我逐工拢伫个我的骹下骹，吼，我的骹下伫遐咧搭，伫遐咧翕搭。我毋知影搭过偌尔啊济遮尔可爱的花，遮尔水的花。哎呀，我是辜负即个创造作物者的心意。哇，即个兄弟姊妹，虽讲这是一个故事，但是互咱会当想象，有拄时啊，咱喘气，无感觉啥，是毋是？吼啊，但是有得讲咱有心脏病啦，你就知影吼，要喘一个气就安怎？哎呀，就爱真用力，吼，真用力。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连即个一点点啊，即个故事，甲咱讲的，就是咱日常的生活内面，咱看到的、听到的，咱是毋是有经历过迄个？即个是上帝的听，上帝听你，上帝听我。咱是毋是辜负上帝创造的心？所以开始做的烦恼，做的忧愁，本来啊。每一个人，我相信，包括牧师，咱拢有做无共款的烦恼，做无共款的忧愁。咱看到的是啥物？除了看到家己的本相，咱是毋是有看到上帝的影？耶稣咧传道的时阵，捌讲着，你看遐个天顶咧飞的花鸟。哦，也无种植，也无收成，嘛无植树，即个植树就创册，落伫咧即个册册内面。哦，啊，你个天父安怎，嘛甲养饲甲安尼诚好。所以你想野地的百合花，伊安怎生长起来？伊嘛无劳苦，也无即个汤汁。上帝还佫安尼甲因装下，何况恁咧？哦，马太福音第6章26节到30节，安尼来记载。当咱看今仔日即段的经文内面，咱看，我毋知兄弟姊妹你有啥物感动？第43节到48节有讲着，规日拄着耶稣了后，去找些人拿蛋叶，来讲摩西伫律法所写的，甲正先知所记载的迄位，就是咱拄着啊，就是迄个约瑟的囝拿撒勒人耶稣。哇！即个拿蛋叶听着讲，哇！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这三个字。都用啥看轻的口气来讲，那啥个佫会当出啥物款好物？好物这两字，极度的这个看轻，这看轻，规日讲，来啊，你来看。所以将那蛋遐带到耶稣的面头前，耶稣马上应答，甲讲规日，花日还袂有招呼你的时阵，你伫咧无花果树下骹，我就看见你啊！亲爱兄弟姊妹，即段经文真清楚甲咱讲，咱还袂认捌耶稣的时阵，耶稣就已经认捌咱。第48节安尼记载，咱还袂超出伊的时阵，伊先超出咱。第43节安尼记载，当咱还佫看袂起伊的时阵，伊已经看共咱啦。第47节的所在，所以圣经顶悬讲，咱三听，因为上帝安怎大心疼咱，约翰一书4章19节。伫罗马人书第5章第8节讲着，只有基督，还佫伫咱做罪人的时阵，为着咱死，上帝听着伫咧即个所在，甲咱显明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伊住伫咱的中间。充充满满有真理，有恩典，有仁爱赏赐互咱，咱却毋知影。这是伫圣诞节日中间，牧师提醒咱兄弟姊妹做信仰的反省。耶稣是遮尔啊安静，听咱为咱做每一件事，咱讲默默的做，耶稣是安尼，咱却毋知影。我相信在座兄弟姊妹，咱嘛有伫服侍的过程中间，嘛经历侪像看轻的过程。有时伫服侍的过程中间，
伫家庭的生活，伫公司，伫逐所在，伫咱的生活内面，咱有拄时仔嘛即款的经历，愿主来帮助咱，会当恢复甲伊有四正的关系。伫圣诞的节日中间，愿主保守。伫即段，咱来回想上帝的疼，伫你的心上有偌尔啊多，才咱三个来祷。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阮看见主你的疼，你用同卑微的方式来出世，帮助阮。有时拄着困难、烦恼的时，阮就放弃，阮就伫遐来埋怨。主啊主啊，阮实在是有做会做人，来到你的面前，阮伫遮搁一遍恳求你帮助阮，互我会当真实体会经验着你实在的疼、温暖的疼、了解的疼，帮助阮兄弟姊妹，甲上帝你的中间搁好，互阮的生活内面会当用上帝的疼来互相鼓励、互相勉励。感恩恳求奉主的圣名，阿门。最后一点，咱看到耶稣的态度。对伫整个即段经文内面，咱看到耶稣的态度，伊是一个啥？伊是一个带来恩人，伊是一个带来这个咱讲真清楚、很光明很香明、很闪亮吼。伫迄个过程中间，咱看到耶稣真清楚伫迄个过程中间，帮咱遮个伊要好调的学生。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伫今仔日，我所做一个结论，圣诞的节日中间来帮助咱兄弟姊妹。今仔日开讲节第4礼拜，咱对第1礼拜开讲节一直到第4礼拜你抱着什么款的心情？耶稣讲，恁来看，已经清楚伫遐来表明一件代志，恁来看，恁来看，咱是毋是真正看？看到咱家己本身的不足，咱看到上帝的疼，咱看到主耶稣是遮尔啊光明出世伫即个世间，来帮助咱超找后前的方向甲道路。愿主祝福，嘛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虽讲即段的经文会当解说真多，但是无需干那用这3个小点。甲兄弟姊妹，咱做阵来分享，愿主来帮助咱。伫圣诞节日中间，特别，但是牧师嘛，佫会分享即个圣诞节所有的活动，做一个总整理，帮助咱兄弟姊妹佫较清楚。咱24号透早11点，可能有当天会当佫较早来准备，咱要安怎用来迎接咱社区遮所有的百姓，迄天，咱愿上帝祝福咱的天气，咱的兄弟姊妹有一个好款开出外人的心，来甲咱的教会做阵来为着即个社区做宏大的服务，请咱三甲暗下来祈祷。仰阮的主，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透过约翰福音第1章35到51节来帮助阮，会当伫阮的生活内面，会安怎样看到家己的本相，安怎样看到上帝无穷无尽的疼，帮助阮会当对主耶稣基督出世诞生的意义，更较清楚知影。所以讲，阮有时会软正软弱，都是主伫安慰阮、扶持阮、照顾阮，陪伴阮伫人生每一个无共款的道路中间，来回应你的疼，应验上帝的名。感恩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来用信息490首，信息490首来回应上帝。信息490首，对主的人有幸福，咱请起立来用全首。为我
请坐，这是咱来的奉献。请同齐起立来迎后会的诗。请坐。这是咱来报告。东港的事项部分，会主理的会主理是联合礼拜吼。会主理的词汇是姚义军，词琴是赖胜娟，交代甲词献董忠信、陈品佳，献花是何心怡，回情领诗陈家宏，献诗是信歌队，音控的部分是李新玉。吼，甲提起的会主理是联合礼拜吼，会主理是联合礼拜。聚会人数甲奉献部分，请大家来看。若有啥物错误的部分，会甲干事来更正吼。本会消息的部分，第一点，疫情的关系，所以居家隔离在家，如果有任何身体的不舒服，那需要处理或者是需要可能要帮忙拿药的话，那请告知教会这边，那教会这边可以适时的提供协助跟帮助。那也大家可能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最近确诊的人数的确是比较多一点，所以大家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第二点，今天是待降节的第4主日，点第4支粉红色蜡烛代表是仁爱，所以这礼拜最接近救主降生的日子，以信心盼望来等待和彼此的服侍，预备心来迎接救主耶稣的降临。第3点，礼拜后会召开幼稚园的园游会的服侍同工的说明会，请相关的同工务必来参加。那下主日是圣诞的赞美联合礼拜，那我们有圣餐礼拜以及同工的就任。那成人喜的部分有吴树林、王小贤、林慧玲、
幼儿席的部分有吕昌义、吕昌勋、王以轩、王以玲、王以柔、王瑞化、王瑞华、蔡欣英、林恩智、郭可人。那同工就任的部分，香柏树是何心怡，哈拿小组是曾美仪，无花果树是林慧茹，松年团契是吴顺，芥菜种是邱永祥，橄榄树是江慧玲，提摩太是邱以诺，家庭团契是卢云云，种子小组是徐玲，少气是邵希美，葡萄树是吕淑范，敬拜团是赵子祥，主日学校长是李志颖，麦子剧团是江慧玲，圣歌队是林博义。我们为这些新一年度的同工来祷告，为他们祷告。第5点，教会圣诞节的活动预备，爱无限的关怀弱势，那募款已经达到200户的弱势家庭。那爱时刻绘画比赛，那邀请小孩子画下爱的时刻，参加即可得50元的园游券，优胜可以获得1000元的奖学金。那截止时间已经截止了哈。好，那爱祝福祈愿，邀请大家写下想对天父说的话，挂在我们的圣诞树。你可以看到外面的圣诞树已经有人有挂那些想要跟上帝说的话。那如果还想写的话，我们后面应该还有纸笔，邀请大家可以来写。那拍照上传到官方的 LINE 抽园游券50元。那爱无限的圣诞市集是12月24号早上11点就开始了，到下午的5点。现场有2手市集、美食的市集、手作活动，然后有舞台的表演、闯关活动。那全场是使用园游券。那圣诞平安礼拜是当天的晚上6点半到8点。那圣诞赞美礼拜是12月25号，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联合礼拜。那请弟兄姐妹多多购买园游券来邀请好朋友跟邻居一起来参加教会的圣诞活动。那第6点，原定12月19号晚上8点我们有一个社区的打击音乐会。那原本是明天晚上，也就是12月29号晚上。那我们现在目前要改到12月26号的晚上8点。那我们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参加。那这场打击乐的演出呢，是请到台北打击乐团的老师来做演出哦，机会很难得，所以也是可以邀请大家的邻居好朋友一起来参加。那关心代祷的部分，那我们也为本会的赖如平执事，因为明天要在台大医院心脏手术，求主来医治，来为他们代祷。那在家调养的弟兄姐妹。廖天赐、陈俊雄、苏绵宇、林澄清、胡世明、赖建志、林建志、林德修、曾文德、邓文明霞、罗金丁、徐建廷、林李敏珠、陈天成和潘永忠。那目前在医院在调养的有姚慧欣、李希明，还有洪本凯弟兄的母亲，还有徐秀英。那请罗叔补充。好，来，兄弟姊妹咱来补充。一个就是特别遇到这个圣诞节的活动我互咱兄弟姊妹小可知影。来，咱放那个PowerPoint。这是咱的邀请社区参与的节目啦总共有98表演人数啦人次98个人数甲咱社区活动的结合主要是咱的节目表伫遮咱搁小看一下，11点开始咱有区长会来，咱的南跨区区长会来，甲咱的中间来致辞煞车就有联合国社遮咱这个家己小影一个倒来看我无要一个来讲总是伫10:40咱的会结咱的麦子剧团会结伫11点40分有演出一个下晡2点嘛有一个演出，再来3点有一个艺人的表演，就是咱讲这个张文琪伊要做见证，伊是基督徒伊安怎样对伫一个红间的厝伫遐来信主
伫即个过程吼，所以为透早11点一直到5点结束，5点结束毋是拍拍屁股咱就转去吼，6点半咱有一个平安眠的感恩礼拜吼，嘛是有圣餐，吼是有圣餐。每一年的平安眠，牧师拢会讲无共款的故事，伫平安眠的故事吼，邀请咱家己姊妹咱来参加吼，所以是即个5点6点半一直到8点的时间吼，咱嘛有生活队的吟诗，家己姊妹的吟诗，分享故事圣餐吼，大概就是即个内容大概是安尼吼，所以互咱知影一下吼。所以咱差不多有将近40组的社区的百姓伫遮来摆摊来参与，有服饰品，有杂货家饰，有童玩玩具，还有芬香按摩，真好听哦，还有这个纸艺礼品，无毒小农，生活植栽，各种咱看会到、想会到的，所以为什么叫做市集啦？市集，即马足侪教会，可能互相拢有观摩啦，拢开始咧办即个市集，伫咧遮所以40摊有遮二手衣物，二手杂货，盆栽，真多，真多，搁有美食价，遮，遮会搭大肠包小肠，这拢总有，这咱夜市仔嘛捌看过但是拢有甲因邀请来，互咱有够格、有丰富的美味小吃，伫遮幸福甜点，暖心饮品，你想到的、看到的，应该拢有。所以咱为什么要借这个公所讲会当封咱竹林路封一半，或者个单位拢会当伫咱的教会内面外口，真热闹真热闹。来，咱来看，搁有其中内面咱有参加手作活动。伫迄个中间所以咱有120位的兄弟姊妹报名，社区的拢社区，毋是干那咱教会，是社区兄弟姊妹已经报名，这个课程有圣诞降临圈，蝶谷巴特的地啊，香饼屋，搁有手作区，粘土创意沙画，即种囡仔大人拢适合，这是遮个老师在学，在讨论迄工要安怎教。这园长，这老师，这样老师，青少年负责手作沙画、轻粘土，这样，张伊嘛在训练，在训练，咱的青少年，你看因做出来，我想讲这是迄个呢，手握寿司的。因青少年都会卡片。写卡片，卡片画卡片，这伫倒的，想要对天边，咱的上帝讲话，伫咧外口，咱若有要写，当继续写，有迄卡片伫咧胶带倒迄个所在，遮咱有，昨咱的另外一个活动，是这个24号进前就完成的活动，爱时刻绘画比赛。外国老师来评分，这嘛是咱幼儿园的家长，这个是咱的老师，咱的这个幼儿园的画画老师，伫遮，来评分，这囡仔画图，伫遮42件，42件的作品，这是青少年，因这个完成因的创作，这是咱即马进入这爱无限，爱无限的关怀，这是咱所有这小组长，伫咧这个行前的训练会，甲因讲要安怎去关怀，因带这小组长拢带转去因每一个小组，每一个小组10空的，遐就姊妹开始因就分落去要去关怀咱这个南口所在，毋是拢总的理啦，较瓦顿咱教会的遮个理，遮个理。所以，咱有一款关怀的方式，先为这个黎明提名祈祷，了后佫邀请，伫咱24号接待来参加了后，毋是了无继续咱以后教会佫有一寡关怀的动作，当然伊若对这个真理的追求无兴趣，咱维持关系；伊若有兴趣，咱用幸福小组伫遮来参与。
所以伫即个关怀的方式，咱有做调整甲改变。好，咱来看一个吼，这是逐组因关怀户数差不多一组拢20户左右这才从15户所以有遮个里，东邻里、南口里、西邻里金湖里中湖里太平里、瑞平里这同远的啦瑞平里同远搁有湖北里遮个里几个较重要，挖咱这边挖咱这边。这个物资一般遮个物资，这个物资听讲拢7公斤左右内面真丰富真丰富有这个毋是这啦，这是祈祷手册将发一本祈祷手册互因，内面拢有祈祷文安慰鼓励的祈祷文这个食物银行咱这边甲安德烈食物银行有合作所以有遮个食米迄拢毋免冰的拢是大米有米有油有保酒乳有罐头拢有真丰富真丰富咱这是里长这湖北里的里长爱无限送上关怀物资这对翁仔某无囝因真就是两个人伫咧这个湖北里的所在真侪传统的厝地伫遐生活咱来关心分这个物资这拢是因为各自的关系，所以无互因迄相片无用印出来这咱教会的姊妹这是香博士的姊妹，你看门拍开就眠床门拍开就眠床这个家庭每一组大家得到这个食物箱因拢诚欢喜拢诚欢喜，嘛知影讲是教会送的教会送。好，咱有官方赖账号，有167位的好朋友伫咱的教会的官方所以讲恭喜您目标好友超过100人咱已经超过100人加入咱的这个官方咱若还未加入的伫后面的所在咱这个周报顶悬嘛有周报顶悬嘛有这是咱教会的 FB 周报是教会的 FB咱的官方伫咧咱的 DM 顶悬咱的 DM 顶悬后面咱若有要继续加入嘛会使有真侪的活动拢会当去着所以咱响应爱无限弱势关怀的活动咱的市集要提拨咱收入提拨6%帮助林口弱势家庭所以咱遮的圣诞市集就是拄则牧师所讲的对11点一直到下晡5点半5点遮个活动咱有平折缴换原油券50元一个人限领1份原油券所以咱若有邀请朋友除了你互伊原油券了后，会当搁来遮领来柜台遮领这一个人领1份但是限伫咧咱即个关怀弱势的活动所以当然无要紧，你若有感觉讲因兜真送香需要帮忙，无伫咧名单顶悬，因为名单是即个公所提供的但是你有发现讲隔壁伊敢若真送香，但是无有迄个名单，你嘛会当甲带来，领即个50块帮衬因讲伫咧今仔日24号迄天的活动好，来以上这是牧师简单的报告，愿主来帮助咱会当透过即边咱对伫社区整个咱踏出伫社区咱的教会踏出伫社区所以咱来好好准备备班。牧师阁介绍一下，咱明年度有训练会对伫咱的信仰同基本的信仰的训练，牧师真希望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拢参加来报名来参加好，以上。这是咱来看根据，伫约翰福音第1章36节，咱同齐来读。看见耶稣的名，你看上帝福，感谢主。
这是咱的上林516首，信息516首，上林煞请牧师来主导，请起立来因转首。圣神的相通，甲咱每一位也是真为三角地带，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是按礼道避讳。红豆。
我先回去接悠悠。对啊，接悠悠在家里。对，再来带上。一样的爸妈，一样的环境，对，一样的教育方式，他一样的东西，可是真的就是完全发生完全不同的那个状态。你们是紧接着要上训练，还是在半小时？加油加油！忙完这一波。对啊。好，走吧。哎，你说的那一间店，我都替他担心了。哪一家？我因为每天下班都会经过啊。